你點解要否定自己啊？係因為你憎緊自己咯，憎嗰個冇能力達到完美預期嘅自己啊！你追逐完美係因為被迫參加咗嗰場由幼稚園就開始嘅比賽。當同事喺茶水間炫耀緊新買嘅包包時，你就計算緊自己存款數字。朋友聚餐變成年薪嘅比較大會，連手機裏面嘅修圖 app 都提醒緊你，你鼻梁唔夠高啊！髮線向後移啊！裁判係別人嘅目光，規則係永遠都要比別人好。佢哋話呢啲叫現實。28歲未結婚就係剩女，35歲冇升上總經理呢，就叫失敗。體重過百要羞恥添啊！然後你開始審判自己，你以為先批判自己，佢哋嘅否定就唔會咁痛。你提前認錯，你以為咁樣佢哋就會原諒你？但係親愛的，嗰啲打分數嘅人，自己都會喺恐懼裏面。佢哋唔認同你，唔係因為你唔夠好啊，而係佢哋更加想守護評價你嘅權威，多過係想愛你。今日開始試一試，沖涼嘅時候對住充滿霧氣嘅鏡，用手指畫個笑臉俾自己啊！當你又想鬧自己嘅時候呢，先停一停啊！呢句說話如果係同我最好嘅朋友講，我會唔會用咁嘅語氣啊？你唔需要贏得所有嘅比賽噶，有啲跑道本來就係畫錯嘅。記住，你唔需要向世界提交完美嘅履歷報告，根本冇資格去衡量一個會痛、會笑、會掙扎嘅活生生嘅人啊！當你停止否定自己，你就發現嗰啲令你羞恥嘅唔完美，正正就係令到你心臟持續跳動嘅活着證據。